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曹欣。昨暗雨真正落足大哦，都是受到方面通过来影响。气象署针对未少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尤其伫咧桃园，因为有落大水雨，有所在来淹水哦。也昨嘛因为风真透，大大雾有飞电机无飞，也代替这边南回台东到公路这线，因为电路故障，有上千个旅客受影响。月内顶拢是人，第10日到4点外自台东出发的代替168列车，本来要去高雄，不过卡酸就还未坐收，就掉伫咧台东嘅公路车站。列车敢若是电路故障，掉伫咧车站未叮当，就叫人去落车。他那个好像说前面那个线路坏掉了，所以变成是往南往北的车全部两个都不通这样。1个小时多了，1个小时多了。4点就从台东出发了，然后到现在一直都还在这边。被车落车的旅客也真无奈，只好行伫咧车站的门口等接驳车。代替统计，至少影响8列次列车，1540人。好佳在昨日到5点20分已经恢复正常。因为昨金门机场也因为大雾雾几路变关起来，本来要坐飞机来台湾，结果转机偏后的铁人3项金门代表队也坐无飞机。我们就取消，因为我们到了台湾还要再转机到澎湖，那么这样的旅程可能就受影响。看到班机未开啦，结果嘛拄到这种气候延误啊。除了爱注意大雾雾，因为方便换过来，天气变作无稳定。气象署今仔透早3点外对16个县市发大雨特报，桃园市已经落雨。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山区的雨势会是比较明显的，那整个西半部地区也都要留意，可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雷击、强阵风等一些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今日开始雨有较细，不过西半部台东地区加南势绿岛有可能有局部大雨。伫咧东北季风真强，中部以北一个东北部会感觉较凉，温度降7、8度，就要到明仔载日时温度才会回升。公视新闻综合报道。观众朋友，虽然讲今麦高铁代替无像飞轮机同款禁止民众用行动电源，不过若要炸行动电源，安全真正要注意哦。因为昨有一班高铁经过嘉义到台南这段时阵，一个旅客牌影有放行动电源，也迄粒行动电源煞熊熊导火，造成一个人烫伤，加在这个火是真紧就来拍花。高铁车厢内底白烟一直清出来，已经看无地板伫倒位。原来是有旅客皮包导火，公车民众赶紧摕灭火器拍火。事后发现导火原因是内底行动电源家己烧起来。行动电源有在使用，没有在使用。民众甲装有行动电源的皮包放伫椅仔头前的地板，无充电。警方到现场时，火已经拍熄啦。高铁讲，警方已经完成搜证，车厢无损坏，也无延误班次。今列车地板有一寡烧的分粒，会入去基地来进行清洁检修。携带之行动电源置于西行之背包内，因不明原因致燃，本名遭烫伤，左背红肿，意识清楚。3月开始，各类航空全面禁止航程内底用行动电源，无表示晚时数的行动电源也袂使上飞轮机。有一寡航空公司更加限制用量袂使超过160瓦特小时。代替即阵有禁止氧化煤，也有开倒起这物件上车。高铁又禁止无法度动起这手刹的车，也有鸟仔、禽类动物这相关的禁令。也毋过对着行动电源拢无明确的禁止。高铁设有封闭的所在，列车拢有紧急对讲机，也有逃生梯这安全的设置。若拄着火灾，应用设置的车厢两边、车门口的灭火器，配合这个紧急对讲机来通报。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报纸有啥物重点？咱做来看。首先来看《中国时报》5月初1，劳工大游行，劳工团体提出7大诉求，包括反霸凌、降低工时、加薪水、退休有保障。针对薪水少的问题，因呼吁讲，工资上限爱调整到3万2以上，算点钟的上无爱221。所爱是联合报。台湾因为 B 型肝炎所引起的肝癌死亡率也是有较悬，国健署宣布检查 B 型肝炎、C 型肝炎40岁就会使去验，新制度上紧7月就会来实施。落尾是自由时报，双语教育鼓励国中、国小也有高中的英语老师，照学生的程度尽量用英语去教，加深学校双语的环境，让学生对生活当中去学。目前有要7成的中小学来实施。
和川普的关税这个政策是害大国着当伤。金管会就宣布讲，股市限空令搁延长1礼拜，到到4月18。也因为关税着当伤的，也搁有咱的龟头岛是安怎？就是因为讲小气美国的龟头岛占咱台湾有7成。农业部这边是讲会加开发国内外市场。也行政院这边讲哦，880亿的特别条例草案，上紧后礼拜会来通过，来帮助咱的业者维护咱的产业。台东渔民甲现后的飞乌虎运进花，部分店头是甲飞乌虎落鼎钱变做美食，民众食甲真欢喜。不过，全台湾飞乌虎有7成销去美国，美方是宣布要用对点关税，虽然有90天的高关税10万期，不过不少渔民也是烦恼无确定性伤悬，产业链可能会失衡。当然嘛惊，一定会惊。那是主要给它帮盘的喏。对啊，90天之后呢，那个不符合成本啊，鱼饵也贵，外劳也贵，油料现在也贵，每一天都大概2、3万的成本。因为台东新港渔港是国内飞乌虎主要的产地，占全国1/3，产值上亿。农业部12特别到新港区渔会面对面了解渔民的需求，强调会强化金融支持的部分，加强伫内销市场、甲国外做多元市场的开发。不论是捕捞业者也好，或者是加工、贸易、出口的各端的这个业者之后，我们会给予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金融上的协助。学者分析，台湾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半导体的关键地位、台美经贸外交密切，国家台湾并无用报复性的关税，互美方认为咱台湾是模范生，所以列伫谈判名单的头前。台湾手头除了有半导体，也有美制这个谈判条件，不过谈判也是爱看是不是有占赢面。你要谈 FTA 应该不太可能，可是你鼓励台商要去美国投资，那你是不是可以更新或强化台美的投资保障协定？学者分析，关税谈判可能需要真侪届来回谈论，南方应该都要以维持10%做基础，和台美以双赢方向来谈判。嘛，建议政府会当趁这届关税的冲击，考虑主动对全球调降包含汽车、农产品、保健食品这个保护性关税，来因应世界贸易的变局。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也美国这边，因的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研究生反对加沙战争，以后就伫咧学校发起停巴勒斯坦的运动，结果以后国务卿讲损害外交利益，要甲伊来赶出境。也即阵司法诉讼已经予路易斯安那州的移民法庭允准执行。美国白宫10日伫官方社群媒体用突发新闻的方式宣布，法官裁定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哈里尔应被赶出境的消息。国土安全部长诺姆也发文对安尼结果表示欢迎，佮讲哈里尔受训美国，以鼓吹暴力、美化甲支持恐怖分子杀害美国人、塑胶犹太人，都不应该惦伫这个国家。30岁有美国永久居留权身份的哈里尔，是高大校园反对加沙战争示威活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3月初，予美国国务卿鲁比夫用冷战时期的移民法，以损害美国外交政策利益做理由下令逮捕。迄一日就被送去路易斯安那州的拘留中心羁押，甲特别生囝的太太分开。While his deportation would devastate his wife and their soon-to-be-born child, it would also intimidate all who dare to speak for Palestinian liberation. 移民法庭的裁定包含允准哈里尔伫自杀进前因申请豁免被赶离开。伊的代表律师已经向诺泽西的联邦法院提起违反宪法第1修正案的诉讼。联邦法官已经发出临时禁令，阻止赶离开的行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国际特赦美国分部拢对这案件表示关切。国际特赦推文表示，这裁定是予所有住伫美国人发送一个心寒的信息。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也即阵是毋是损害国家安全？国民党立委齐卡斯马亚讲，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真正有一个姓胡的助理，介称是中国的间谍。也将这个姓胡的前助理已经予北检羁押禁见。也吴钊燮办公室这边是回应讲，这个人啊，伫咧去年就对外交部失职，嘛强调讲，只要有人干涉统战、反背国家，就爱受到制裁。
报名当中，这查甫人甲某仔扭来遮，好亲像今日媒体去翕到。检调侦办总统府强调案，为相关事件，佮查出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伫担任外交部长的时阵，这个信会助理，好亲像甲外交部的机密资料提供予中共政治人员，在伊暗时去互羁押禁见。国民党立委徐嘉欣找到伫反映质询的时阵，都已经讲出相关案情，不过认到外交部现任一个共名共姓上任文官，引起风波。提醒你还是要注意一下。这都是因为有些资料是错误的，这都外交部提供，外交部网站上的。那你们外交部是不是要注意一下？很抱歉，当时因为我们也没有看过这个何仁杰长什么样子，所以从网络上面我们积极的去探寻，那只能在外交部的网站上面看到这个照片，所以就有了误植。在这方面我还是觉得相当抱歉。可是最重要的事情是，真的有何仁杰这一名共谍。去互认唔对的外交部信号员工，伊的家后伫社群平台表达强烈不满，除了放条要告，佮考生若是先生事业，敢来当地北地路开好价早餐店。徐嘉欣本人是搁再回息的，对家属后续的动作拢会尊重，嘛搁再声明，家己所讲的是真正有这个人。泄露这样的资讯，对于侦办中的案件，逼的检调不得不提早收网，可能因为提早收网，而让某一些漏网之鱼呢，可以逃过这一波的调查。我在1个多月前就已经知道全案，是检调纵容着何仁杰在外面继续的有串证跟逃亡之余，而不去对他进行约谈跟搜证。那如果我今天没有质询的话，是不是这个何仁杰他永远都不会被抓出来，他就可以随时的回到中国大陆？何姓助理自2018年2月进入外交部任职，并于2024年4月离职。外交部在获悉相关案件资讯的第一时间，已移送政风处启动调查。对这代志，吴钊燮办公室表示无评论个案，强调任何人只要涉犯背弃国家、做出渗透还是通奸行为，拢应该受到制裁，绝对公平公正。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成功3月百货公司爆炸这个案是造成5个人死亡，也即马初步认定讲是施工的时阵，甲天然气主要的管线挂断去，气体来漏泄，才引起事故。也包括讲成功3月这个百货公司的干部、承包商拢总10个人，牵涉过失致死等罪，该类被告，即马是以10万至60万交保候团。建筑物外围大满应价，施工的工人来回巡视。台中成功3月起爆造成5个人死亡，38个人受伤。台中地检署侦办头一届证实已经通知10名被告，1名证人到案说明。成功3月起报案，台中地检署在1号顺后认定10名被告涉犯刑法公共危险等罪嫌，包括总公司也有承包商，总共10个人，拢交保限制出境出海。这10个人分别是成功3月公司、华信护理等5名干部，以30至60万块交保；承包商单身负责人甲其他4名工人是以10万至30万块交保。检方表示，综合现阶段调查事情，专案小组初步认定，本案是施工不慎致使天然气主管断气，气体泄漏一段时间了后，拄到使用电动工具的火星造成气爆。本案疑似因施工不慎，导致天然气主干管断裂。气体外泄蓄积，遇电动工具作动火花，引燃易漏之天然气，造成气爆事故。本案仍将持续进行各项侦查作为，依侦查计划紧密排程调查取证。检方强调，10名被告以涉犯刑法过失致死、过失伤害、公共危险等罪嫌交保候团，会接受调查厘清责任归属。成功3月是干那透过文字说明，因为案件依然在侦查当中，会持续配合，而且尊重司法调查，无方便表示意见。公司新闻台中报道。4月初8，对基隆港出发的高时代游船，因为机械故障掉伫咧Okinawa。昨呢，总算甲游客送转来到台湾。不过有游客认为讲，船公司伫咧第一时间无甲代志讲清楚，态度甲服务嘛无好，还因无法度处理后续的行程。就有消保团队提醒游客讲，爱保留一个契约甲相关的证据，才会当来讨赔偿。入境手续办好，通关了后，等着行李。3000外旅客比原定的时间慢1天才转来台湾。未少人休息行程互延误，也无多谅解船公司当时无甲话讲清楚。第2天早上又说可以让我们下去，就又临时通知说又不能下去。对啊，我女
女儿今天还要考试，就都没有办法参加。有洗肾的啊，或是那个慢性药已经吃完的，对，那因为当下虽然说可能船上有一些船医啊，或是医业务室，但老实说，一般游客也对这个比较不了解，就会变成更是乱成一团。很多事情，今天比如说要接小孩或什么，对，可是他都没有说可以给你免费的 WiFi 或什么让你联系，我甚至于打卫星电话都打不通。西北由贵人司法的哥斯达沙伦纳号行程中途挖坑，那霸九万岛原定11登来台湾，其实因为故障慢一天，华商行程也求水，船公司已经提供每一位旅客50块美金存定消费金额，另外予旅客若是坐下一转行程，会使拄100块美金。去年7月，10号也发生社会争议，当时邮轮原定对贵人港出发到日本沖縄佚佗，不过因为风台3摆改行程，最后提早返来台湾。旅客一度不满船公司处理的态度甲补偿方案无管理路船。消保团体认为，无论是天灾也是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船公司也是要照契约行。没有依照原来的合约的行程就把它全部走完，那这样也是不对的，不可抗拒的一些意外的天然的一些因素，用这种理由来把它糊弄过去，这样是不对的。消保团体提醒，旅客若是要坐邮轮，爱伫出发进前，甲契约详细看清楚。一旦行程互变更，嘛爱留这相关证据，以便后续要求赔偿。这摆故障技术问题，延迟返来台湾，航港桥甲港务公司早起伫贵人港成立现场应变小组，后续看需要来协助旅客甲船公司协调，船公司也未做出详细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这几天有愈来愈多人用台语来创作哦，也即马写 BL， 就是咧讲男性之间的爱恋，这个题材嘛有人来写，都有作家用3天的时间完成全台语的 BL 小说，出有声册，搁办读剧，就是讲要互更较侪人来了解台语的多元性。若是我真正讲出嘴，先摆有啥物反应？敢阁会当像恁过安尼做伙？两位查甫高中生互相意爱，煞惊讲出嘴的男朋友就做袂成。这是台语 BL 小说相片款的空隙时节的读剧会。作者表示，伊过去就咧写 BL 小说，这是头摆用全台语创作 BL 有声册，用3年的时间完成，目前还未出版。作者家己兼导演，先用戏剧的方式来呈现，要互大家知影，台语用伫咧谈情说爱，嘛通呈现青春自由的风格。大家对看台语的字可能也淡薄仔无遐尔熟，其实有的人袂惯势，或者是讲，因为我希望讲，即个作品毋若是会晓台语人会看到，若是有声册，敢若会晓听台语的人，伊嘛会当用听的方式去感受到即个故事趣味的所在。那作者是头届用全台语创作，亲像小说有声册配音乐，嘛有参与即届读剧会演出。伊嘛拢是头届搬全台语的舞台剧。因表示咧投入的过程中，互因感受到台语的水，嘛毋茫带动大家开喙讲台语。我发现讲台语其实伫台湾是最重要物件。伊是一种文化吧。若是为我开始讲台语伫北部，无伫较过几年了，会愈来愈侪少年的会当讲台语啊。玉凤写的文字是真水啦，尤其是咱南部的人，较食互人讲，咱讲话可能会较粗。毋过其实安尼写出来，互大家看到嘛是会当甲大家推测讲台语文的嘛是会当足水的。作者表示，这本台语的 BL 小说相片款的空隙时节，目前暂时无要出纸本，不过电子册和有声册会伫4月17正式出版，希望会当互更较侪人了解台语的可能性甲多元性。记者张家嘅柯敏哲台北报道。好，也为着要提升公务机关客语的服务能力，新立关这边有甲客委会申请讲伫县内一个办客语的认证考试。也台语团体呢嘛，呼吁县府讲爱重视语言平权。县府这边就表示讲哦，未来无排除会举办台语甲原住民语的认证考试。新立关总人口数596000多人。其中客家族群就占67%，也是全台湾比例上悬的县市。较早拢是伫学校举办认证考试，拜六是全国头摆伫县府内的场所举办考试，总共吸引60名县府员工报名参加。我觉得非常方便，就是不用跑到其他可能
就是其他学校或者是大学，我们就是来这个熟悉的地方考试。我觉得就是对我们自己内部员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诱因。官府指出，母语推动无分族群，除了客语认证以外，未来无排除申请台语、原住民语相关的认证考试，鼓励大家做伙来学母语。未来不排除针对闽语的部分啊，以及就是协助各项其他的这个母语的向下扎根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也一起来推动跟努力。自去年文化部有进行推培育台语家庭的计划。希望这个部分，咱市地县政府嘛会使来做伙参与。正港的语言平权是每一种语言拢会使适常佮平等的，对每一个人的嘴内底讲出来，伫生活内底运用。真欢喜看到新竹县政府办客语认证，鼓励较侪人使用母语。有人用看会到对土地感情就袂流失。希望台语、原住民语，无论倒一款母语，拢会使得到制度上同款的支持。政府除了补助员工报名费以外，通过认证的人，还有礼券通领当作奖励。政府讲说来计举办2场的认证，希望透过各项的奖励措施，鼓励大家来学母语，摕母语认证，也提升员工用母语服务民众的能力。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希腊的首都雅典是欧洲上热、人口上介密的城市之一咯。也今嘛，因为气候暖化，使天气愈烧热，也导致用水呢嘛在咧暗岛。为了要解决严重的欠水这个问题，雅典就打算要搁再使用郊区一座将近2000年前罗马帝国所建造的地下高水道，就是希望会当甲城市倒补水。气候暖化，和巴尔干半岛南边的希腊，每年的热天是愈来愈热。不过，伫这个供水设施正旧正厚的城市雅典，要应付愈来愈增加用水的需求，也正困难。现代人的水资源困境，无想到讲，竟然是对古早人遐找到解决的方法。代志就要自公元进前开始讲起。古罗马人自公元前300多年开始，就伫这挖地下水道，加外地水源引入城市，提供公共浴池、喷泉、便所，甚至家庭用水。所以怎么就要用罗马皇帝号名的哈德良水道？ Ουσιαστικά το Αδριάνο είναι ένα υδρομαστευτικό έργο, ένας υπόγειος, να το πούμε, αγωγός, ο οποίος βρίσκεται κάτω από τον υδροφόρο ορίζοντα, στο μεγαλύτερο μήκος του, με αποτέλεσμα να συλλέγει το νερό από τα τυχώματά του και να κυλά και να καταλήγει τελικά σε πιο κατάντη σημεία. 古罗马人一直到公元3世纪，总共挖11条水道。 这条伫咧即马雅典市附近的哈德良水道，就伫咧2004年雅典奥运主场馆附近，公元140年起，全长24公里，串联8个现代城市。附近也有300个上深有20公尺的用石头贴的古井。伫德国纳粹占领加希腊内战的时阵，这挂古井也搁被用来做避难所。 Το νερό έρχονταν από αυτόν τον αγωγό, έπεφτε μέσα. Μαζεύονταν, κάθονταν κάτω τα βαριά ειζήματα, τα βαριά στοιχεία και πάνω ήταν μόνο το καθαρό νερό. 入去坐底池，内面的所在是正宽。希腊官员希望会当争取到欧盟的投资，协助修理哈德良水道，河水搁再沿着水道流入去雅典市府的德克萨梅尼矿场。这是哈德良水道的重点，加雅典中央蓄水池的所在地。 中央蓄水池内面正水的大型的石条，加圆拱形的结构，拢是19世纪重新搁修理的时阵起的。不过因为尾啊附近起2个大水坝，这就放得远无够用。 Ο περιβαλλοντικός αφορά την επαναχρησιμοποίηση του νερού του, αλλά επίσης με τα 4 σημεία ανάπλασης που γίνονται στην πόλη αφορά τη δημιουργία πράσινων ζωνών, οι οποίες δημιουργούν μικροκλίμα, μέσω δημιουργίας μικροκλίματος περιορίζουν την αύξηση της συνέπειες αύξησης της θερμοκρασίας. 就算是无够饮用水的品质，不过这种来自哈德良水道的水，以后会当摕来压公园内面的花草，创造更加侪都市的绿地。 这条要甲2000年前的古水道建设，和现代专家讲是考古加工程的技术。这项修复计划除了会当让雅典重新带来活水，也会当促进都市的永续发展。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辑。观众朋友，咱做来关心今日各地头天气。
北部地区上加15度，上悬21度。中部地区上加15度，上悬22度。南部地区上加18度，上悬26度。东部这边上加16度，上悬22度。外岛地区上加19度，上悬2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